咁點解我哋喺新聞度成日都見到波音嘅民航客機會出事嘅咧？我哋必須要搞清楚量子糾纏到底係點解，並且提出一個非常著名嘅理論，叫做穩定島理論。而呢個就係物理學入邊最著名嘅重子不對稱性問題。最近 Dimension D 嗰條講 UFO 揭秘時代嘅片，真係使咗好多人版。入邊講到2026年係揭秘元年，由 Bob Lazar 講到51區嘅逆向工程，睇落真係好似我哋聽日就會同外星人握手咁。到底美軍係咪真係收埋咗啲領穿人類幾千年嘅黑科技呢？今日我會換一個身份，同大家做一次 Default Advocate。今日我唔係要叫你跳出嚟否定一切，而係要細心思考入邊嘅邏輯漏洞。當你聽完，你會發現真相往往比陰謀論更加黐線。不過喺開始之前，如果你唔介意嘅話，請你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等我有動力可以製作同類型或者不同類型嘅影片。我哋先由Bob最自豪嘅115元素講起。好多人都覺得佢竟然喺1989年嘅電視訪問裏邊就講得出元素115係飛碟嘅燃料。當時科學界根本都仲未喺實驗室裏邊合成出114或者116號嘅元素，咁唔係就係未卜先知嘅神預言咩？當你單純咁睇實驗室嘅合成年份，114號元素要到1998年，而116號元素要到2000年先至俾俄羅斯同埋美國嘅科學家真正製造出嚟。咁樣係咪就係代表Bob遇到咗外星黑科技呢？答案係否定嘅，因為我哋必須了解到周期元素表背後嘅化學排位邏輯，以及早喺科學界流傳嘅假說。周期元素表係按照原子核裏邊嘅質子數量，由1號氫元素順至原物嘅數學規律一路往後咁排列。雖然1989年科學界仲未開始喺現實度製造出114、115或者116號元素，但喺60年代，物理學家早就根據量子力學嘅模型，將未來嘅超重元素空格全部畫好咗，並且提出一個非常著名嘅理論，叫做穩定島理論。呢個時候就好多人會反駁啦，就話既然科學家喺60年代就已經預測到原子序數114附近嘅區域好大機會出現極之穩定嘅超重元素，咁Bob所講嘅115號元素好穩定，可以做原料，咪正正符合咗科學家嘅預測咩？呢個就係最巧妙嘅資訊差嘅陷阱。第一，物理學家口中嘅極之穩定喺超重元素嘅世界裏邊，意思係佢唔會喺1/1000秒之內衰變，佢嘅半衰期可能會拉長到幾秒鐘或者幾分鐘。咁同Bob描繪嘅美軍手上邊有大概30磅可以結成圓錐形橙銅色嘅115元素固體，完全不衰變，可以摸，可以長年擺喺度做原料，係完全係兩回事。第二，亦都係最著名嘅科學盲點，就係決定一個元素穩唔穩定，唔能夠只係睇質子嘅數量，最重要嘅係睇佢配合咗幾多中子。科學家預測佢穩定島嘅核心係中子嘅數量必須達至184個，即係184個中子。如果115元素要進入穩定島，佢嘅原子量就必須要達至完美嘅299個。而喺人類喺2003年真正合成出嚟嘅115號元素嘅中子數量只有173或者175，所以幾毫秒就衰變咗。假設未來外星人真係擁有可以填滿184個中子做出完美版嘅115元素，根據目前最強大嘅超級電腦嘅量子力學模型推算，佢嘅半衰期嘅極限都只有幾十秒甚至幾日，而且會瘋狂釋放強烈嘅致命輻射。Bob只係利用大眾聽過穩定島嘅名詞，佢唔識內部核物理嘅細節嘅漏洞，就將理論上至多可以存在幾分鐘充滿致命輻射微觀嘅實驗室解說，包裝成為一個可以喺倉庫裏邊徒手攞而且不變質嘅固體礦石。呢個就係點解科學界一聽就知道佢係作科幻故仔。講到美軍傳說中嘅黑科技，大家一定聽過 TL-3B 呢架三角隱形戰機。影片入邊話佢係通過一個叫做磁場干擾器嘅系統，入邊有高速旋轉嘅高壓水銀斷漿，可以將飛行器嘅質量足足減少98%。聽落就好似好厲害，但係我哋用真正嘅物理去睇嘅話，呢件事根本係違反常理嘅。水銀係一種好重嘅金屬，斷漿化之後用高速高壓去旋轉，確實可以產生一種極之強大嘅電磁場。但係愛因斯坦嘅相對論入邊
質量係物質嘅基本屬性，無論你點樣轉個磁場都好，都唔可能憑空消滅或者減低物質嘅質量。如果轉下水銀就可以將一架幾十噸重嘅飛機變咗好似紙咁輕，咁全人類嘅航天運輸業一早已經顛覆咗，根本就唔需要等到2026年先嚟揭秘。影片入邊仲有一種更離奇嘅說法，就係話外星飛船係用量子糾纏嚟遠距離充電。我哋必須要搞清楚量子糾纏到底係點解。簡單講，當兩粒微觀嘅粒子產生糾纏之後，無論佢相隔幾遠，一粒改變狀態，另一粒就會即時做出相應嘅改變。聽落好似可以實行超時空傳遞，但係現代嘅量子力學一早已經證實咗一個定理，叫做無通訊定理。原因好簡單，隨機性。量子糾纏係完全冇辦法用嚟傳遞資訊，更加冇可能用嚟傳遞能量。因為當你想利用佢去傳遞電能嘅時候，嗰粒糾纏狀態就會即時崩解。話可以用量子糾纏嚟充電，根本係將高深嘅物理名詞當成科幻嘅神棍劇本，完全違反咗物理定律。影片入邊 Louis 呢類前情報官成日都暗示，好似 Lockheed Martin 或者波音呢類頂尖嘅軍工企業，一早就攞到外星飛船去玩逆向工程。呢度就有一個好大嘅邏輯笑話，就係波音如果真係掌握咗外星人嘅反重力或者跨媒介嘅黑科技，咁點解我哋喺新聞度會成日都見到波音嘅民航客機會出事嘅呢？一陣間又話艙門飛走咗，一陣間又話系統故障導致墜機。即係如果佢連區幾粒螺絲或者係民航客機嘅自動駕駛防禦系統都搞唔好，你同我講佢哋收埋咗超越人類幾千年嘅外星科技？就算係軍用同埋民用部門分得再開，一個擁有神級嘅外星技術嘅企業都唔可能喺基礎層面上面犯下咁低級嘅錯誤。所以唯一嘅解釋就係所謂嘅逆向工程根本被過度誇大，波音只係一間飽受管理同埋生產問題困擾嘅地球企業。至於曲速推動，好多人其實都聽唔明。咁我用個最簡單嘅方法解釋俾你聽，就係你想象一下，你而家坐喺一張好大嘅地氈上面，你想攞另一邊嘅玩具，其實你唔需要起身行過去，你就要用對手將前面嘅地氈用力拉過嚟，等前面嘅地氈縮埋一嚿，而後邊嘅地氈就放長，咁樣嘅玩具咧就會自動去到你面前。曲速推動就會係咁嘅樣。飛船自己咧其實冇移動過嘅，佢係利用極大嘅能量將前面嘅空間壓縮，後邊嘅空間放大，等空間可以帶住佢行。如果呢種技術係真嘅話咧，咁所有嘅物理距離限制都會瞬間唔存在。飛船可以喺1秒鐘之內喺地球裏面消失，然後喺任何地方出現。但係而家所有嘅目擊事件入邊，啲 UFO 咧都仲係喺大氣層入邊飛嚟飛去，仲會俾美軍嘅雷達捕捉到。咁如果佢係可以連時空都可以扭曲嘅，佢哋根本就係神啦！神又點會隨便俾人類嘅導彈或者雷達騷擾到呢？所以一係咧 UFO 根本未去到曲速呢個階段，一係咧就成件事根本就係假嘅。影片仲提到話 UFO 可以無阻力入水，呢個叫做超空穴效應。你試過喺游泳池入邊跑步未啊？係咪覺得啲水好重，好難跑啊？因為水嘅阻力好大。但係你而家試想像下，你手上有一支譬如話魔法棒咁樣啦。只要你向前衝嘅時候，魔法棒就會喺你面前放出一個超級大嘅空氣泡泡，將你成個人包住。咁樣你喺水入邊行嘅時候，你全身嘅皮膚掂到嘅其實係空氣而唔係水。咁樣嘅話，你嘅空氣阻力就會細好多，你就可以喺水底入邊游得好似飛機咁快。呢個超空熱效應就係利用氣泡隔開啲水，等物體可以喺水入邊高速前進。其實早喺49年前，即係1977年嘅冷戰時期，蘇聯嘅科學家已經成功研發出世界上第一款超空熱魚雷，叫做暴風雪魚雷。UFO 呢種入水冇水花，理論上就係用緊呢種類似電磁能量罩將海水隔開，但係呢種技術仍然停留喺流體力學嘅應用，同外星神蹟仲有好大一段距離。講完呢啲，我哋入去最核心嘅反物質能源問題。影片提到 UFO 係用反物質嘅燃料，呢個概念聽落咧就好高科技嘅，但係其實背後隱藏住一種宇宙級嘅物理缺陷。首先咧，每一種正物質嘅粒子咧都有相對應嘅反粒子，當正反兩個物質相遇嘅話咧，佢哋就會發生湮滅，將質量100% 轉化為能量，而效率比起核聚變高出幾百倍。但係呢度有個致命性嘅缺陷。
就係既然有反物質做原料，咁首先梗係要有正物質先啦。根據大爆炸理論，宇宙誕生嗰刻，正物質同反物質咧應該係等量產生嘅。如果係咁嘅話，正反物質咧佢哋一早就已經互相湮滅晒噶啦。而成個宇宙咧只會剩翻光，唔會有星系，更加唔會有你同埋我。而呢個就係物理學入邊最著名嘅重子不對稱性問題。既然今日我哋見到嘅宇宙幾乎全部都係正物質，咁即係話宇宙嘅初期一定有一種好神秘嘅力量，令到正物質比反物質多少少，大約係10億分之一。而嗰啲原本應該存在嘅反物質，一早就喺138億年前就湮滅晒啦。所以宇宙入邊根本冇現成嘅反物質礦俾外星人去開採。咁外星飛船要利用反物質去航行嘅話，咁首先佢哋必須要自己製造。但係目前咧，人類製造1克嘅反物質咧，需要耗費成個地球嘅能源同埋天文數字嘅金錢。如果美軍真係掌握咗高效生產呢個反物質嘅逆向工程，咁點解今日我哋仲要為石油、天然氣呢啲廉價能源打仗呢？呢個係一個極大嘅現實矛盾。講到陰謀論，影片話有11名研究反重力嘅科學家神秘死亡。呢度我哋要用偵探思維去睇。首先，如果美國政府真係要摘呢啲科學家封口嘅，點解仲會留翻博同埋依家大行其道嘅爆料者呢？佢哋甚至可以喺2018年高調咁拍紀錄片，想全美最大嘅博卡暢所欲言，到而家都冇事冇幹。而網上面大把網紅 KOL，依家日日都借佢嘅名義開 YouTube 抽錢做會員，開收費講座。如果真相真係鍾意顛覆人類嘅話，個封口令係咪真係會咁鬆呢？而事實上，好多呢啲科學家都係做緊一啲極音速嘅武器或者隱形技術，而喺真實嘅間諜世界，掌握咗領先對手20年嘅軍事技術係非常之危險嘅。將呢啲死亡歸列為外星人，其實係幫一啲真實嘅軍事罪行或者工業洩密打緊掩護。由90年代 MMR 神秘調查班到 X-File， 由第三類接觸到嚟緊即將會上映嘅 Disclosure Day， 由神秘學嘅原型到今日嘅揭秘人。呢種敘述嘅方式咧，都係一樣。神秘嘅精英、隱瞞真相、救世主式嘅爆料者，呢種故事結構咧，好適合人類對於權威嘅不信任感。我哋要分清楚，政府有秘密係事實，但個秘密係咪外星人呢？就需要更加多嘅證據。好多時候，所謂嘅 UFO 目擊事件，好大機會係美軍喺度測試緊一種連總統都未必完全清楚嘅新一代無人機或者干擾設備。講咗咁耐，我想分享一個最重要嘅觀點，唔好坐喺度等揭秘。如果2026年真係揭秘元年，咁由今日開始，我哋就應該武裝自己。第一，提升科學嘅素養，了解下咩係元素周期表，咩係引力。當你明白量子糾纏唔可以用嚟充電，當你明白旋轉嘅水銀電漿冇辦法殲滅質量，你就唔會咁容易被呢啲黑科技嘅言語嚇親。第二，保持開放及懷疑。聆聽正方嘅意見，亦都要聆聽反方嘅意見，主動去睇 NASA 或者天文學家嘅報告，而唔係淨係睇陰謀論嘅頻道。真相唔係政府施捨俾你嘅，而係靠我哋每一個人用理智去爭取翻嚟嘅。宇宙咁大，我都相信會有外星人。不過如果佢哋真係嚟到地球，我哋應該用人類嘅集體智慧去面對，而唔係盲目咁崇拜或者恐懼。如果你覺得呢種假設有意義嘅話，記得分享你嘅睇法。我係半邊人，我哋下集再見啦。